sport is part of education， 因為喺體育運動裏邊咧，真係教識咗我好多嘢。我好相信呢句説話，好多經歷過做運動員嘅都好認同。原來你咁諗，同你咁講，同你咁做咧，係三部曲嚟。咁所以每一步都要實踐咧，你真係要對住塊鏡講又好，我聽日會成為世界冠軍，我會成為世界冠軍，因為我過去嗰4年，我每一日我都係100%準備呢一個比賽。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2月份嘅 Stage Time 嘅 Podcast， 我係節目主持人。組織心理學家嗱，今個月咧，我哋邀請到位嘉賓咧，我相信好多香港觀眾同埋聽眾咧都會認識佢，因為咧佢係我哋前香港滑浪風範嘅香港運動員同埋教練，咁啊多次出戰咧呢一個世界錦標賽、亞運同埋3次咧出戰奧運啦。我哋非常之熟悉嘅面孔，黃德森阿 Sam Wong，Hello Sam 哥你好 ，Hello 乜字你好，大家好，歡迎你啊！好榮幸咧，今日有機會喺呢個平台裏邊咧同你有交流。話說咧，你仲記得我哋頭先喺之前傾過偈，我哋係咩機會認識嘅咧？啱啱頭先我哋都講到，我哋有個媒人介紹嘅，咁就當時我係服務於香港奧委會嘅，咁當中有一個退役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咁當然啦，嗰陣時因為個 program 咧好新嘅。因為國際奧委會即係決定，即係每個國家地區都希望有一個 program 去幫啲退役運動員，咁就當時係即係差唔多全世界都一齊起步。當然淨係得我一個人咁，梗係唔夠啦，咁梗係要揾啲幫手啦。咁啊，即係當時有好多有能之士相助啦，包括 Marty 你啦，咁就都多謝你啦。當時就教咗好多運動員，尤其是喺一啲 leadership 啊、presentation skills 啊。佢哋點樣轉型啊？各方面咧幫到好多手啦，咁係咯。轉眼間10多年之後，我哋又夾翻埋一齊啦。多謝你啊！我都記得非常之深刻啦，喺做企業培訓咁多年，因為嗰一次我哋嘅對象都係全部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啦。平時可能我接觸啲對象可能係工程師啊、會計師啊、醫生啊、sales 啊，咁但係嗰次咧嗰個組合咧係一個好特別啦。咁我知道你當時就身兼重任啦。你當時是一個轉型啦，係啦，由教練去到奧委會呢一個大嘅 project。咁啊，各位觀眾同聽眾啦，知道阿 Sam 咧之後咧都去咗唔同嘅球會啦，包括冰球會、乒乓球總會咧擔任行政總監，跟住咧仲有擔任咧係政府體育專員一職。咁所以咧，我見到阿 Sam 你都經歷咗好似一個幾夢幻，好多運動員好嚮往一條路嚇，即係運動員一路好似幾平步青雲。你呢一刻啊，今日我哋有機會可能傾好多你嘅轉型啦，帶領運動員啦，自己做運動員一啲嘅心路歷程啊。我相信好多地方都係職場人可以參考。你呢一刻回望翻咧咁多個角色，頭先提過嚇，呢啲轉變啊，有啲咩嘅想法出現咗？我諗一路以嚟我都係好感恩先啦，因為係體育運動帶俾我好多嘢啦。咁因為係咁咧，我亦都得到一個咁嘅經歷，咁好嘅經歷咧，我就一直都相信 sport is part of education， 因為喺體育運動裏邊咧，真係教識咗我好多嘢。我好相信呢個説話，好多經歷過做運動員嘅都好認同。由運動員轉做教練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個好大嘅 passion， 希望可以即係將我所學咧去教翻下一代。到後尾慢慢轉一個 transformation 啦，一個轉型做行政工作，就其實都類同，不過咧就唔係淨係 focus 喺一個項目啦，就係多個項目咁慢慢再做到去可能一啲政策啊、體育發展啊咁樣添。咁我覺得係好幸運嘅，因為即係我嘅形容咧就係我以前咧就係好似一個打仗嘅士兵咧喺前線咧去衝鋒陷因為要靠佢攞獎啊嘛，咁到最近啦，即係我依家咧就叫做大後方啦，由大前方去到大後方，就做一啲喺後台嘅工作。咁即係最近我做埋一啲培訓嘅工作啊，仲有做一啲輔導嘅工作啊，一啲 positive coaching 嘅工作啊，咁都係我自己喜歡嘅嘢，咁所以好感恩，行到今時今日我都係。即係體育運動帶俾我好多嘢，所以我一直都希望可以回歸翻社會。多謝。頭先你提過咧，你轉型去做教練啦，因為喺企業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啦，可能由前線啊、衝鋒陷陣啦嘅工作，佢哋會提升一級啊，就去帶隊。咁啊，可能又不嬲做 sales 好叻，
做開醫生好叻咁跟住唔同工種啦，有機會褪上一格咯。咁嗰陣時你褪做教練好似幾自然嘅一個發展啦，但係當中有冇啲咩特別嘅挑戰，同埋你點樣讓你去跨越呢個角色咧？我諗我最深刻就係嗰個轉型係順利嘅，因為真係憑住一股熱誠啦。我好想盡快教咗我生平所學，即係因為都去咗10幾年歐洲度集訓啊、比賽啊、大型比賽攞到經驗啊，起碼可以即係教翻落去咁。但係喺做教練嘅過程當中咧，體會到一啲嘢。當然嗰陣時我亦都有培訓其他教練啦。咁我發覺由運動員做教練咧，係要揾有一啲特質嘅。呢個係我喺澳洲嘅時候咧，有一個關於體育運動嘅一個論壇啦。咁有一個好有經驗嘅一個教練咧，佢同我哋分享佢話你要揾一個人咧，嗰個佢以前做運動員，但係佢爭少少，係咁佢就會將佢所學咧去教晒下一代，希望下一代咧去超越佢。哦，好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原來一啲好有天分嘅運動員咧，反而做教練咧會有一啲難度嘅。我舉個例，以前咧我哋即係教一啲比較初級嘅運動員咧，好多時係教佢一啲譬如我舉個例，喺好大風浪嘅時候咧，我哋轉彎係需要好大技術嘅。咁我分別揾2個運動員做 demo，我喺度拍片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一啲好有 talent 嘅運動員咧，譬如嗰個轉彎有5個步驟啊，1、2、3、4、5啊，係佢1、3、5就做咗噶啦。咁好佢講翻出好順嘅，都係1、3、5嘅啫，原來冇咗2、4嘅，因為問翻佢，咦，明明有5步，點解你感覺唔到有2、4咧？佢話呢啲好自然噶嘛。原來有一啲好 talent 嘅人咧，嗰啲係可能佢與生俱來又好，可能佢嘅背景又好，佢已經識咗噶啦。係咁佢好快學上手嘅。但係原來有啲人咧，真要執住手教，原來話俾佢聽要有5步曲嘅，咁佢又學得到喎。嗱，咁你就會睇到教每一個人同一樣嘢，都可能用唔同嘅方法。咁呢個就即係喺呢2個例子就即係提到我第時，如果我揀一啲將來嘅教練，就揀一啲 get there，因為佢仲有啲 fire 喺佢個心口嗰度咧，佢好想有人超越我，去代表國家或者地區咁樣。係。咁另外就係你都要選擇一啲教練咧，佢比較細心，佢係知道唔同嘅運動員嘅需要。即係如果放落企業嗰度就係話，即係可能一本通書未必可以睇到路，可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唔同嘅同事，令到佢可以進步。係，咁我聽到都中國人智慧嚇，因材施教啦。咁其實對於個 coach 嚟講，佢彈性都要好高喎，即係佢都要睇到唔同嘅運動員啦，好似員工有唔同嘅狀態啦，要去調整啦。我諗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啊。咁當然嗰個火點樣撻着佢，可以再超越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教練嘅心啊。咁你自己又係奧運嘅代表啦，佢好頂級啦，亦都 train 好多啲同運動員咧要去到世界級嘅一個狀態嚇。咁你見到其實去到嗰個部分，其實嗰啲運動員其實嗰個距離其實爭好少。咁你會見到一啲真係能夠叫做好超卓啦，係啦，即係攞牌嗰啲咧，其實同去到即係同下邊爭少少，最大嘅分別會係咩咧？而教練又可以點樣去成就呢件事咧？我覺得個個都會努力訓練嘅，但係個心態同埋佢嗰個 believing yourself，即係你相信你可以做得到係好緊要。嗰個心態係我哋好多時，我相信好多運動員都會有同感，就係我就當我以前個項目啦，滑浪風帆，因為歐洲嘅技術係比亞洲高好多嘅，咁好多時你會走咗去歐洲比賽嘅時候咧，你先就幫自己咧降咗一個 grade，即係我只係嚟觀摩嘅啫，我應該都攞唔到前3㗎啦。咁所有嘢你喺準備喺比賽嘅 performance 咧，都會打個折扣。如果你相信你自己，我喺亞洲 train 咗咁耐，我嚟歐洲係攞成績嘅，咁嗰個
就會好唔同。咁嗯而喺個過程度點樣令到嗰個運動員係佢係相信自己咧，就好靠個教練喺每一次嘅訓練去好似面鏡咁話翻俾對方聽，你做到喎，你做到喎。咁而我哋亦都有一啲去訓練運動員心理嘅運動心理學咧，可以令運動員喺比賽前可以冷靜自己 focus 喺個比賽嗰度，而喺比賽中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用一啲 imagery training 令到佢見到自己嘅 performance，直至比賽完成。咁所以好多時喺我以前做奧委會嘅時候咧，我好多時都好有興趣去問翻一啲世界冠軍啊、亞洲冠軍啊，就呢句説話咧就係話啊，當時咧你點樣贏呢個比賽？你贏嗰個比賽最後尾嗰場或者最後尾嗰個環節，你諗緊乜嘢㗎？咁好大部分嘅頂尖運動員咧，佢會答我個感覺就係總之嗰陣時好順。原來即係佢入咗個鬆嗰度咧，哦，佢係冇雜念，就算你有外界嘅觀眾好嘈，點樣打氣，其實佢聽唔到。其實佢係自己鎖咗喺嗰度咧，淨係 focus 喺自己嘅 performance。所以當佢完全100% focus 喺自己 performance 嗰度咧，佢係諗唔到其他嘢嘅。係，所以佢好專心，好 focus 啊。定係個身體嘅感覺，覺得所有動作好順利完成。你個結果啦，匯報翻俾你聽。頭先你講到即係呢個，我就理解係心理學講嗰個 flow 啦、心流啊，進入咗去嗰個 peak 嘅鬆嗬。咁頭先你都到前中後都要去幫個運動員啦。你有冇啲magic tips，即係叫一個同事啊，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嗬？咁你覺得哇好大距離啫咁，即係除咗你肯定佢，即係 affirm 佢，你有冇啲心法或者方法一兩個 tips 咧？即係當啲同事唔得嘅個 project 咁大，我應該做唔到喎。咁有冇啲乜嘢嘅一兩個 tips 可以分享？我諗即係如果用教練嘅角度會睇，即係個 day-to-day training，即係話而家好多都係講緊喺好頂尖嘅訓練裏邊咧，好難有一個大躍進。咁好多時咧係睇0.51% 嘅進步。咁而你可以一面鏡咁樣話翻俾個運動員聽。當然好多運動項目係有時間啦，冇計分啊，咁嗰啲係可以話到俾運動員聽。咁又呢個第一步啦。同埋喺訓練攞到好成績，同喺比賽攞到好成績，可能係兩樣嘢嚟喎。係因為係有一啲係 good trainer，有一啲係 good competitor。即係有啲係即係 training champion 啦，我咁樣講啦。有啲係 training champion，有啲係 competition champion。咁 OK，可能你有聽過，譬如有一啲講時間嘅項目好，講跳高跳遠嘅項目好，佢喺普通訓練咧，佢會達到某一個成績嘅。但到真正臨場嘅時候咧，會怯場或者會表現得冇咁好。咁呢個即係有一部分會係即係心理影響啦。有一部分係即係未適應到喺一個大賽嘅時候嗰個壓力啦，咁呢啲嘢就要幫佢去處理。咁當頭先講嘅嘢，所有嘢都處理好，同埋佢自己都要相信佢係做得到。好多時原來有一啲正面嘅説話咧，係可以幫到手嘅。係，就係嗰啲，我一定做得到嗰種啦。我舉一個例咧，我試過做一個training camp 咧，俾即係好多嘅 up and coming 嘅精英運動員嘅，有一個3日2夜嘅 camp， 而有一個環節就係喺一個營火會裏邊。我想佢哋每人揸住一嚿木頭，去佢最想最高 achievement， 即係話譬如嚟緊亞運啊，嚟緊奧運啊，佢想達到一個亞洲冠軍、世界冠軍之類之類。佢講咗，佢寫咗咧，佢就抌落個火把度燒。OK。唔係好多人夠膽咁樣講嘅。當我 motivate 佢哋之後，即係佢哋講出大聲講出佢想 achieve 嗰個目標個高位置目標啦嚇。原來佢話嗰個感覺好唔同。我以前咧係唔講都唔敢講，我只係咁諗。原來你咁諗同你咁講同你咁做咧係3部曲嚟。咁所以每一步都要實踐咧，你真係要對住塊鏡講又好，我聽日會成為世界冠軍，我會成為世界冠軍，因為我過去嗰4年，我每一日我都係100%準備呢一個比賽，所以我贏。咁
係有用嘅噃。我中意你頭先講唔相信自己你係做唔到啊。咁即係原來嗰個相信聽你咁講去解構翻啊，即係你咁想先啦，想跟住講啦。你講嗰個亦都唔係我哋好嗰啲叫做成長課程啊，淨係嗌口號啊，跟住後邊有一啲 evidence 啊，點解咧？即係佢有個 why 去 drive 佢，以至於我都中意我用木再抌落去，有冇一個係咪一個 ritual 嚟㗎？即係燒咗佢，代表係啦。嗰係一個好大嘅 ritual 嚟嘅，因為我想佢哋記得。都有應該10多年前㗎啦，咁到今日咧都有運動員講翻嗰個 ritual 嘅，因為其實嗰個 ritual 咧，佢哋講咗之後咧，我哋記住佢，咁我就冇話俾佢聽第二朝做咩嘅。原來第二朝咧3點幾咧就抄佢哋起身，我哋去睇日出。喺當個日出出嚟嘅時候咧，佢就係每人都要大聲嗌佢上到嗰個目標。咁我哋係錄低咗嘅當時。咁而後尾睇翻咧，有好幾個運動員都 achieve 到嗰個結果嘅結果嘅，好 OK，都幾開心嘅。咁其實我係想話俾佢哋聽，就係頭先嗰個過程咧。你咁想，你係咪咁講？你咁講，你係咪咁做？咁你先可以贏到。係，起碼一個好嘅 foundation 啦，同埋有種叫做 pool 嘅 energy，我成日叫，即係你有個好清晰嘅遠景，咁會拉你去咯。當然後邊嗰個努力都係非常之緊要啦。咁所以我聽到作為一個教練啊，都要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去inspire 啲運動員啦，幫佢去特別你頭先講 daily 啊，即係每日去做啊，唔係即係偶然去做啊，呢個都好緊要啊。即係我哋講嗰個 reinforce。嗱，咁我頭先聽你講由運動員去教練，應該一個都幾 natural 啦，係啦，即係好多見到好多唔同界別運動員都會擔當教練嘅 role。咁到你08年啦，冇記錯就係去咗奧委會去take up 一個新嘅 project， 全新 project。呢一個轉型好似再大啲喎。因為好似頭先你講，你要跳出係做一個行政管理工作啦，又要做一個前所未有嘅 project 啦，全世界都去做嗰個階段嘅轉變，你覺得你要跨越嘅又係啲乜嘢呢？因為呢個同我哋喺企業裏邊又可以又升一格啦。咁呢種嘅轉變，你當時嘅心情心境係點呢？我諗個跨越係分開，即係自己個 enhancement 啦，即係自己嘅進修，同埋要揾周邊嘅 expert 幫手。我諗呢兩樣，即係揾 expert 幫手就當然就係包括你啦，其他嘅界別人士啦，去支援啦。或者自己嘅進修咧，就係嚟自我試過，我仲記得當時咧，其實嗰個 department 好細，得2個人嘅啫。係我以前係即係幫個 department 去，咪幫嗰個 idea 啦去宣傳，跟住後尾奧委會話攞到政府 funding，咁跟住就開咗一個2個人嘅 department 就開始。OK，係。咁我記得就喺個好細嘅 office 咧，打開道門咧，當日咧冇人行入門口喎。咁我就幾啦，究竟係冇運動員需要啊，定因為佢哋唔夠膽行入嚟咧？所以我後尾就諗唔得啦，我要 proactive 啲啦，我就自己去敲門啦，就去咗即係幾十個體育總會去敲門去問，即係話俾佢哋聽，我哋有個咁嘅 program，我哋點樣幫運動員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同運動員傾偈嘅時候咧，即係我都好感恩嘅，即係好多運動員都即係好真誠咁同我分享佢哋個難處啊，盡量去揾方法去解決啊。喺嗰陣時我就感覺到咧，就係我又自己問自己，我就話點解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坐呢個位，可以幫到呢啲運動員咧？係當然你會有呢啲咁嘅經歷，你做個運動員，做個教練轉型，但係有冇一啲學術嘅背景去支持你咧？咁走咗去PolyU 去讀一個輔導嘅 master，咁好慶幸行咗呢一步咧。喺之後即係去幫體育運動員轉型咧，係好多得着。呢個包括係即係我學到嘅知識可以運動到幫到呢啲運動員，同埋我自己都會變成一個更開心嘅人，更正面嘅人。所以當時你係睇到有呢個需要個轉型啦，點樣去裝備自己，咁所以你就除咗頭先主動去出擊啦，唔同嘅球會，咁你就讀咗。點解特別係揀 counselling 咧，定係唔去揀讀management 咧？有冇特別原因啊？可能你都會聽過，有好多運動員咧，每個運動員都會睇，即係2年一屆亞運，2年一屆奧運啊，即係意思係4年一屆亞運，4年一屆奧運。點解係2年咧？係因為相隔2年有下一個大型運動會啦嘛。咁好多時佢哋都係咁樣考慮呢啲時序咧，我幾時退役嘅？
咁但係好多運動員咧，佢哋都會比較困難咧，喺大型運動會之後咧就話，究竟我退役啦，定因為我搏多4年，或者搏多？咁好多時都會係即係呢個問題會困擾佢哋。咁點樣可以同佢哋去慢慢分析咧？因為每一個人個背景都唔同，佢哋對嘅困難都唔同。咁老實講，背後有好多辛酸嘅故事嘅。但係佢點樣向前看？點樣去幫到佢自己去 make 一個 decision？去繼續啊，定抑或去退出咧？當然，好大部分嘅運動員咧都會揾到自己嘅方向去轉型嘅。但係都老實講，都會有一啲運動員咧，用好耐時間，會覺得早知我拼多4年啦，早知我咁樣啦，或者我咁努力，應該我得到更多嘅支援。如果得到更多嘅支援咧，我就會有更好嘅成績啦。咁樣係，即係好多呢啲如果咁就要真係慢慢去消化咯。咁所以讀咗輔導學係可以幫到呢啲運動員去盡快令到佢哋揾到自己，或者揾到自己嘅方向。梳理咗好多喺過程裏邊，可能就係透過輔導嗰個角色啊，幫佢哋去梳理頭先你講好多內心嘅處境啦嚇，佢哋自己一啲心理狀態因為好多我睇翻咧你之前好多報道都有講話其實好多運動員或者 in general 好多人咧就係為比賽而計劃啦，但係就冇為佢哋嘅人生而計劃。好似你講運動員就好 focus 噶嘛，係啦，哇做好個運動啦咁。你多次去分享呢一個你嘅一個信息啦嚇，背後係咪講多少少係有啲咩嘅經歷睇到咧？有冇啲古仔？就頭先啲運動員佢冇諗過呢樣嘢就完咗，就好似唔知點樣樣。好多人唔明白，因為佢哋即係未做過運動員啦。因為如果你做一個好專業嘅運動員咧，你係100%投入。咁如果你準備一個大型比賽咧，喺前後可能嘅1-2年時間，你係唔會去分心去諗住下一步做咩。你目前就係要100%投入去打好呢場比賽，做好呢個選拔，被選中去大型運動會，喺大型運動會嗰度攞到最好嘅成績，發揮得最好。咁每一日嘅訓練，包括休息，都係要專業。咁如果你係100%投入專業嘅時候咧，你係唔會諗一啲嘢而令自己分心嘅。做每一樣嘢，每一個呼吸啊，都係為咗下一個比賽。咁到真係個比賽完咗啦，第二日，咦？教練話 rest day 喎，跟住咧就會開會話嚟緊咧嗰個日後嘅安排會係點喎？咁先至會諗係喎，我唔使訓練，我要做啲咩咧？係咯。咁嗰個係好恐怖嘅。即係一啲好集中嘅運動員咧，到佢完成咗大型比賽，好多時都會有一個比較失落嘅感覺。即係不論當然攞到獎牌嗰啲，可能好多慶祝活動啦。尤其是攞到獎牌嗰啲，嗰個失落空虛個感覺咧，真係要靠佢自己去慢慢消化。可能有時會揾啲運動心理學家啊，揾輔導啊，揾朋友啊、屋企人啊，要傾下要講出佢自己嘅想法啦，先至即係慢慢去睇到自己條路之後係點行。仲有就係，尤其是有一啲運動員做咗10幾年運動員，甚至乎20年以外嘅運動員咧，好老實講，如果佢哋一年可能枕住飛2/3嘅時間咧，喺香港搭巴士都唔識。你諗下，當佢哋10幾年後嘅脫節咗之後，翻嚟要重新投入去另外一個工作或者另外一個發展咧，係都幾驚嘅。咁所以當時即係我做嗰個 program 就係希望有一個轉接位咧，令到佢哋冇咁驚，令到佢哋有一啲準備，令到佢哋可能喺大型比賽前唔緊要，明嘅，你全神貫注、專心一致咧去準備。你淨係可以話低你第時咧，你究竟想繼續讀書啊？你想再做教練啊？你想去做另外一啲嘢啊？你仲有啲乜嘢你想做嘅？我哋幫你揾咗資料先，你幫你睇咗嗰條路咧，係行得通先，同埋可以預先講俾你聽你有咁多個選擇，唔緊要，你努力去訓練比賽，
翻嚟咧，我哋先再傾。咦，咁佢個心安好多喎。係啊係，佢會知道翻到嚟有人幫我安排咗一啲嘢，而令到佢哋我個後路咧有人幫我鋪後路，我唔使失落。咁亦都其實對運動員嚟講係好嘅。運動員嗰個 engine 咧係唔停得嘅，行咗個 engine 咧突然間 stop 咧，佢係好辛苦嘅。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哦係啊，本應你靠左行嘅，而家靠右行就得㗎啦。咁佢就將佢啲放晒落去嗰度咧，係啦，就幫向右行。咁呢個即係幫佢去鋪咗呢條路咧，佢就將 energy 投放喺另外一個角度。係，有好失落，我唔知啲 energy 用喺邊度㗎。都係講緊人需要嗰個 sense of direction 同埋個 clarity 啊，清晰度同埋嗰個方向度。咁嗰陣時呢個 project 真係好有意義啊！即係可以俾到多佢哋一個 option 啦。除咗比賽啊，原來比賽係 part of 佢嘅人生。原來喺個旅途裏邊啦，可以有啲咩嘅選擇。畢竟頭先你講接觸咗咁多運動員啦，你見到即係你做晒所有嘢啦，咁嗰啲成功轉型嚇，同唔成功轉型到，你覺得分別嗰一兩樣嘢會係乜嘢咧？讓佢哋能夠去跨越嗰個嘅叫做推役嘅轉型嚇。我又唔想咁樣形容，我想形容就係成功好快咁轉型到，同咧冇咁成功要啲時間先轉型到啦。係，歸速啲都係得嘅，慢啲。係啦，即係以我記憶都冇乜話完全轉型唔到嘅。係，咁所以我諗嗰個過程係好多心態上咯，係咪抌得低以前嘅光環？我諗呢個係最重要最重要。好老實講，有好多運動員以前係 number one 嚟嘅，即係個個都擁戴住佢㗎啦。記者又訪問佢，電視又見到佢，網上又見到佢。咁有一日你完全唔屬於呢個圈子喎。係啊係。咁你跳出去另外一個圈子，咁你可能從低做起㗎噃。要介紹自己㗎噃。唔係個個都識你㗎喎。咁你係咪可以抌低呢個包袱咧？咁都係一個考驗嚟嘅呢個。一個考驗嚟嘅。但係你可以抌低呢個包袱去即係重新去學一啲新嘅嘢啊！你會覺得咦都幾新鮮喎！嗰陣時咧，我訓練其實日復日咧都好鬼悶嘅。而家咧學啲新嘢咧，又有啲衝勁喎。咁我可以將我啲努力咧可以放喺另外一個方向嗰度啦。好大部分嘅運動員都可以咁樣轉到型，所以都係要轉個念嚇，要 define 唔同嘅身份啊。頭先我聽到你講好多時候嗰個 attachment 啦，就黐咗落去精英運動員頂尖嘅個光環嚇。咁可能我諗喺好多時候轉變都係要開始 embrace 擁抱一啲新嘅角色啦。咁你容易啲去突破。因為運動員個角色有啲特別，就係可能你睇好多行業咧，如果嗰個人喺嗰個行業度已經做到 number one 咧，可能佢做一世㗎啦喎。一世都有識佢，佢亦都可以用佢嗰個名聲又好，佢嗰個knowledge 又好，佢嗰個人際關係都好，係值錢嘅喎，可以一路即係發展落去嘅喎。咁你諗下，將嗰樣嘢完全刪咗去，變成另外一個人，咁呢個係好大嘅勇氣。即係嗰個可能唔係咁多人會見到一個精英運動員嘅另外一面嘅勇氣咯，嗰個勇氣其實都係好大好大。所以我哋有機會遇到啲精英運動員已經係轉型咗嚇，我哋真係拍拍佢啊！係啊，即係佢係攞另一個金。係啊，另一種人生嘅賽道。嗱，咁講咗咁多運動員啦，咁去翻Sam 哥你自己啦嘅經歷運動員，咁都有喺啲媒體裏邊，你曾經形容過啲重要嘅比賽咧，即係爭少少啊，緊頸一啲嘅心態。試下分享一個經歷啦。我諗喺工作裏邊有啲時候我哋都係爭少少啊，耿耿於懷咁。咁喺嗰個經歷點樣去塑造咗你自己個人嘅一啲嘅啦，做人做事嘅原則啦，試下分享一個咁嘅經歷可以嗎？嗰個爭少少嘅經歷咧，即係諗翻當時咧，就真係好痛苦嘅。即係我俾少少背景，就係當你全心全意喺冇支援底下做一個全職運動員，將銀行戶口清淨10蚊，因為原來清好困難嘅嚇，原來清淨10蚊容易啲嘅。咁咧清淨10蚊就去歐洲幾個月嘅訓練，當時係89年，就希望咧喺幾個月後90年嘅亞運會咧可以攞到面牌。咁好啦，好沉舟，故事發展好順利，去到真係比賽啦，喺北京奧運。咁咧就1連7日嘅比賽，前6日咧阿黃德森都係前3名嘅。咁到最後尾嗰日，最後尾嗰一場比賽咧，
黃德森都仲係前3名嘅，但哇係最後尾嗰一條瀝咧，啲風轉咗180度，係咁佢咧當時咧就由前3變成後3，努力追趕咧就第4 finish，咁計翻分咧就輸咗0.4分，因為0.4分都唔夠一個位啊嘛，零點四哦就輸咗，就得到一個鐵牌，我形容即係金銀銅就鐵啦死咁。咁當時即係同我隊友嘅就係李麗珊啦，佢攞到個銀牌啦，咁就好痛苦嘅，因為亦都年輕啦嗰陣時，咁完咗之後咧3個月我都係問點解嘅，即係都係走唔出呢一個咁嘅困境嘅。點解會轉風啊？點解會淨係轉？點解唔轉遲半個鐘啊？轉遲半個鐘，成個人生都唔同啦。我而家咁樣全所有嘅嘢都下注落去呢個滑浪風帆，而家我咁樣得到呢個結果，點解？後尾我得到個消息就係話原來喺後面追趕贏咗我嗰個韓國運動員咧，佢個訓練咧，原來喺1年裏邊咧，佢多我上8個小時，多過你。咁我就知道原來嗰啲訓練係可以包括埋，當你喺比賽嘅時候，啲風轉咗，你點樣應付？哦，OK。當我如果知道係我自己不足，而如果我憑住努力，我係可以改變事實咧，咁我諗得通喎。換句話講，我知道點樣努力，我喺嚟緊嗰4年咧，我喺呢一度下苦功，我再下一次嘅亞運咧，我就有機會攞牌啦。咁所以呢一個咁嘅教訓咧，令到我喺之後嗰2屆嘅亞運會咧，我都攞到銀牌。OK，恭喜恭喜！即係你歪咗3個月嚇，咁啊點解？咁後尾你就發現咗原來即係你嘅其他運動員對手有一啲唔同嘅方法，你就吸取呢個經驗嚇，去喺你下一次就再調整啦。所以嗰個認識就係話輸咗係痛苦，但係原來輸咗咧，或者 make mistakes 咧，係喺 mistakes 度可以學到好多嘢嘅。只要你沉住氣，肯學，去唔好埋怨，因為當一有分到勝負咧，梗係有啲原因係令到你輸或者令到你贏嘅。所以即係喺我後尾去教一啲 positive coaching 都係咁講，不論贏同輸咧，你都係喺裏邊可以學到一啲嘢。咁最緊要係你學到一啲嘢係可以贏到昨日的你，咁你就會進步啦。就唔好成日淨係埋怨咧，就唔行出一步。咁呢個係對我好，不論係做人、做運動員、做教練，都係好大嘅警醒嚟嘅。咁亦都係好大學習嚟。咁你回望翻當年嘅你係屬於沉得住氣嗰種，定係尚待學習中啊？即係你啱啱講呢番説話係回望翻嗬，當時嘅你覺得係？我諗我形容係我唔認輸咯，唔認輸，即係我唔服輸，唔服輸，即係我知道我做得唔夠，我訓練得唔夠。個闊度唔夠，咁所以我努力咧，我係可以得到更好嘅成績。咁呢個亦都證明嚇，亦都證明咗係真係體育運動有一個好處嘅，真係實打實嘅。你真係落咗幾多努力咧，佢係俾翻幾多嘅回報。OK，咁我追問下你個人故事，除咗呢個緊頸四，原來我哋係真係要 learn from mistakes 啦，係每一個 performance 嘅 outcome 有個結果係有原因嘅。咁我諗呢份嘅精神係好緊要啊！有冇啲係比較少？因為媒體都好多你一啲故事嘅訪問啦，可唔可以分享一個可能比較少人認識知道嘅一個經歷咧嚇？咁啊，等我哋喺2026年嘅時候認識阿 Sam 又多一個角度嗬。有另一個經歷都係比賽嘅，咁我覺得呢個經歷會塑造咗我問翻我自己，究竟你係一個咩嘅人咧？OK。係回答到我嘅問題嘅。好。事緣就係頭先講，我就話90年亞運會啦，我第4啦。之後就係94年亞運會喺廣島咧，日本第2啦，攞到銀牌啦。其實我係有機會攞金牌。哦。點解咁講咧？我同即係第1嗰名選手咧，當時相差個分數好近嘅。係。咁剩翻2場比賽，喺尾二嗰場比賽，因為好細風咧，佢就違規地咧將，即係我哋滑浪風帆會有啲腳套噶嘛。哦。咁我哋最 minimum 係要6隻腳套，即係因為你減得輕太多咧，會令到你個板輕有着數啊嘛。咁佢就帶住5隻腳套去比賽，尾二嗰場。
OK，咁我就即係當然守規矩啦，6隻腳套比賽啦，嗯，比賽都係佢一我二嘅嗰場。咁好啦，我發現咗我就同阿教練講：喂，教練，佢違規喎，係點搞啊？不過聽日仲有一場比賽，係咁咧我交晒俾你，我而家要瞓覺啦。記唔記得頭先我講 recovery 都要專業啊？所以我就好專業地咧做好晒我個 recovery，就係真係恢復得好好嘅。到到，OK，最後尾嗰一日咧，我記得好似要贏佢2個位嘅。咁嗯，但係最後尾 finish 咧係我第一，佢第二，即係贏得一個位啫。咁所以一個位，佢係所以你贏咗嘅第二啦，，overall 贏咗嘅。總分，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不論同隊友啊去傾嘅時候咧，都會講其實你可以投訴佢嘅喎。係咯，第一個反應都好正常啦，即係好似食咗違禁藥，投訴佢咁好正常嚇。如果佢 disqualify 咧，咁你已經係金牌。咁我諗翻轉頭咧，原來94年咧係以我記憶啊，係冇港隊運動員攞金牌嘅。如果我攞金牌就係第一個啦。哇哦！咁但係好得意，我都曾經同學生分享過一次呢一個咁嘅故仔嘅。係到我過咗幾年之後咧，我睇翻喺我一路做人咧個原則咧，就係我希望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咧，我係喺個比賽場上贏我嘅對手。嗯，我係想用一啲另外啲方法啦，可以咁講，喺嗰個文字上咧贏我嘅對手。嗯，因為我哋即係嗰個過程係要即係填 protest form 啊，要 jury room 啊，哦，OK，講啊，咁要揾證人啊，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嘅。 OK，我個睇法就係到最終，如果我喺場上面贏到佢，我係一個真正嘅 champion。如果我唔係喺場上贏到佢咧，咁我要接受。咁所以我就決定我接受咗一個咁嘅結果啦。咁亦都有人問過我，佢話：嘿，點解啊？你如果攞到嗰個金牌爭好遠喎，到時候不論係金啊，其他嘢啦。咁我話又好得意喎，我滿意呢個成績喎，因為我想喺場上去贏到我嘅對手，其他嘅嘢我唔諗。咁我諗翻轉頭咧，呢個都係我日後我教運動員啊，或者我自己做人嘅宗旨咯。即係喺競技場上，你要成為一個受人尊重嘅 champion 咧，喺競技場上面贏。咁當然啦，呢個係包括埋有好多人會諗啊，喺場後面會出啲蠱惑啊之類咁樣。咁我教運動員就係話，我哋要識人哋會出蠱惑，我哋要識防人哋出蠱惑，但係我哋唔出蠱惑嗰個。我哋係個場上面運動場上面贏人哋，先至係一個真正嘅 champion。咁呢個即係到今日咧，我都冇後悔嘅。我哋而家啲獎項咧係唔記得晒啦，收埋喺籠底㗎啦。但係反而嗰個過程，即係喺頭先講嘅所有學到嘅嘢嘅經歷啊，可以同人哋分享，可以希望即係不論係運動員好，或者嗰啲朋友都好，可以感受到呢啲得着，可以幫到佢哋即係人生。咁我覺得係好大嘅 value。呢個都叫做define 咗嚇，即係讓我哋認識阿 Sam 喺個運動比賽你嘅principle 啊，呢啲好重要嘅原則。咁啊，當然我都覺得可能啲運動員都會有機會 challenge。喂，咁佢都好冇 integrity 喎，咁係咪應該都要即係讓佢即係讓世界知道咧？咁啊，我估你應該都會仍然堅守呢個嘅原則嚇，因為要係喺場上。我會答，即係嗰啲係人哋嘅事咯。OK，即係佢如果佢係用一啲不法嘅手段咧，咁係佢嘅事咯。即係我哋係做。嚟到尾聲啦，咁我都知道好多你都係家長嘅身份啦，小朋友啦，咁亦都香港或者唔同地方嘅人啦，都好着重小朋友去鍛鍊啦體育咁啊。當然都有啲家長希望小朋友可以奪取好嘅成績啦。作為家長，你覺得運動頭先你講 sport is an education 你睇到啲咩價值咧對小朋友展，同埋點樣平衡啊？即係要催谷佢攞獎嗰種心態咧，作為一個家長，我覺得好難催谷佢攞獎牌嘅。我咁樣講咧，喺體育運動裏邊咧，一般社會都會睇金牌就等於成功。咁好啦。如果你有留意咧，喺一個即係我哋講體育發展嘅一個金字塔裏邊咧，係最頂尖嗰個先至係 number one。而下
嗰度咧，即係可能我就咁比例啦，可能有10萬個人咧，裏邊先揀到一個 champion 出嚟嘅啫。咁嗰99,900幾個運動員，唔通佢哋不論佢係運動員或者佢淨係玩運動咧，佢冇得着，亦都唔係。咁我覺得喺運動裏邊咧，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咧，去令到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去成長嘅。咁呢個機會咧，我反而喺呢度借個機會就係、各位即係爸爸媽媽咧，就係、喺個初心教小朋友玩運動咧，係令佢有一啲舒緩啦，同埋佢哋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技能技巧去幫佢強身健體啦。嗯哼，可能佢喺呢度有得發展嘅，可能做運動員做教練咧，但係最尾先至係，如果佢有 talent 嘅話咧，栽培佢變成一個 champion。咁因為我好相信每一個人一生一運動啦，咁如果佢起碼多過一個運動，即係仲好啦。如果佢有一個運動嘅習慣咧，佢個生活係健康啲，佢個生活係快樂啲嘅。所以我對我嘅小朋友咧，我都會係一個睇法就係、我譬如滑浪風帆，我會教識你哋玩滑浪風帆。但係到第時你哋做唔做運動員咧，係你哋嘅選擇。我亦都話咗俾你聽，運動員有幾辛苦，同埋當你真係揀咗咧，你要即係從一而終，你要努力奮鬥到最後，先至會見到成績嘅。咁即係你自己要去衡量咯。咁好得意。當我即係教咗佢哋玩滑浪風帆，佢哋好中意啊，同好多年嘅暑假都同佢哋同學一齊玩。但係到最終咧，我喺佢哋度學識咗啲嘢。佢話：爸爸，點解次次你帶我落沙灘，你嗰啲朋友見親我咧，都話：哦，你係邊個個女啊？哦，第時你玩滑浪風帆一定好叻㗎啦。咁佢話：我點解要喺滑浪風帆叻啊？我喺第二啲地方叻唔得嘅咩？原來佢哋咁細個識聽咧，就係、你好似冇俾選擇我喎，我中意玩啫，我唔係一定要做運動員去攞咩獎㗎。咁我亦都有其他嘅 talent 㗎，可以。咁點解個個都係咁講咧？反而佢哋會覺得我唔會做滑浪風帆運動員。咁佢哋仲有即係自己嘅發展添。咁啊好得意，我個細女仲係玩一啲對制嘅對制。OK。咁我哋完全唔識嘅，我哋去到睇佢打波係支持嘅啫，我哋反而要問翻點打㗎？你哋嗰啲球例點樣啊？咁我覺得幾有趣。喺呢一度我學識咗原來每一個個體咧都有佢自己嘅喜好同埋佢自己嘅選擇。千祈唔好以為爸爸媽媽未完成嘅任務就交俾阿仔阿女你幫我完成佢啦。呢個可能唔係佢想做嘅嘢。係。除非佢想做啦，佢可能真係我都好想去即係超越爸爸媽媽嘅 very good。但係唔好喺佢哋未揀定嘅時候就佢哋要去做咯。我覺得俾選擇佢哋，由細到大，佢哋覺得佢有選擇地成長係快樂啲嘅。咁而且佢憑佢自己嘅努力喺某一個科目或者某一個行業做到成績出嚟咧，係佢自己嘅努力。咁呢個係佢嘅驕傲嚟嘅。我覺得即係作為爸爸媽媽，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咯。尊重佢啊，俾一個空間佢去揀佢自己嗰個 path 啊，呢個都好重要。不過頭先你強調咗運動本身係可以幫助一個人啦，小朋友可以有鬆弛嘅時間啦，亦都可以強身健體啊，呢個都係非常之鼓勵咧，大家繼續去做運動。咁啊，知阿 Sam 咧，即係Sam 哥，你都係繼續有玩3項鐵人嚇，繼續 keep 住你個運動啊，一個好嘅榜樣。咁啊，去到尾聲，我知道你頭先你喺開頭訪問開初已經講，你叫做係咪叫轉型啦？當年播咗粒種子啊，去讀嗰個輔導學嘅課程。咁而家你都係一位輔導師嚇。講下喺呢個階段你嘅賽道啊，你有啲乜嘢嘅專注啊，同埋你希望係做一啲乜嘢嘅工作，繼續去發揮到運動員嗰個精神。我而家做緊一啲嘢係全部我都係好中意做嘅嘢嚟嘅。包括你頭先講嘅啦嚇，我係認證輔導師啦。咁我幫緊2個志願團體去做輔導嘅。咁喺呢一度咧，我想即係有機會 pass 一個 message 落去，就係我覺得運動咧係可以令到個情緒變得正面嘅。所以如果任何人士咧，佢覺得我唔開心啊，去跑下步、去游下水、去行下山，
呢個係可以好幫得到手嘅。呢個第一。係。第二咧就係我都有喺學校咧去做一啲positive coaching 嘅一啲project。好幸運地我喺一間小學度咧可以用佢哋個體育運動嘅平台咧，同老師去同教練咧去做一啲positive coaching，去融入喺佢哋嘅小朋友嗰啲課堂嗰度。咁另外我都有做翻一啲即係幫翻我老本行啦。滑浪板佢哋嘅 team development 咁樣。咁所以我而家做緊嘅嘢都離唔開 coaching 㗎。我甚至乎有一啲executive coaching 我都做。OK。咁所以我好開心就係我又用到我所學，又去幫到唔止運動員啦，幫到更闊啲嘅人。咁呢個係我夢寐以求嘅。咁而家我就即係叫做冇咗要打一份長工嘅壓力啦。咁就尤其是咁樣，我做得開心，兼夾我又可以訓練，做多啲運動啊。久唔久去比賽我先至聲明，係我唔係一個三項鐵人嘅運動員，我係一個參與者嚟嘅啫，係強身健體嘅參與者嚇。咁好開心聽到你講啊！似乎你而家係做咗個 slasher 嚇，咁多重嘅唔同嘅身份啦，入學校啦，做企業 coaching 啦，做教練啦等等啦，咁非常之戥你開心下喺呢個階段當然喺過去走嘅路今日你同我哋分享由運動員到做教練啦，到後尾要去跨運動項目幫助運動員嘅轉型，以至於你自己個人嘅故事，咁裏邊有好多好嘅點滴都好多謝你今日喺呢個 Stage Time 嘅舞台啦，幫我哋有咁多咁美好嘅 inspiration。咁我相信咧，我哋嘅聽眾啦，我哋嘅觀眾咧，透過 Sam 嘅分享咧，都會能夠喺你人生嘅舞台、事業舞台或者運動嘅舞台咧，繼續可以發光發熱。咁喺度咧，再一次多謝阿 Sam 嚟到我哋Stage Time 嘅 podcast。Thank you Sam。多謝。歡迎收聽 Stage Time by Talent Academy Hong Kong。我係節目主持人 Marchie， 組織心理學家。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屬於自己嘅人生事業舞台。呢個 podcast 專為職場人士而設，帶你探索職場智慧、領導力、事業發展以及個人成長。等你準備好踏上屬於你嘅舞台，展現最好嘅自己，創造更多嘅可能。